台積電一個姓陳的前副理，互人指控講伊甲香港人鬥空，佇中國來設一個中國半導體材料分析公司，打算要甲台積電的人才挖去到中國上班，而且伊閣甲台積電的機密炸轉去厝。即馬高檢署是照國安法定罪嫌，甲求判7檔的刑期。歡喜比讚翕相，香港的查甫人丁小虎被指控是中共政治人員來台灣吸收軍人，經過檢調偵辦，意外發現連台積電的主管嘛對咧變做是共犯。咱台灣各行各業，中國攏無放棄，一直發動滲透攻勢。他們其實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全方面在收集各種情報啦。所以對台灣來講的話，也許我們比較熟悉是所謂的軍事情報的部分嘛。但是在商業跟關鍵科技的情報收集上面，其實也是對我們有共識啦。這陣強調的風波，高檢署查出涉案的台積電姓陳的前副理，從112年5月開始，9個月時間，涉嫌甲丁小虎佇咧中國設立半導體材料分析公司，調伊個推行南海計劃等布局，要挖台積電人才去中國食頭路，佮非法訂做21件台積電機密文件，炸轉去厝讀，想要互中國來用。台積電不單單在製程技術方面佔有優勢，甚至在整個的後段的 IC 先進封裝的部分的話，其實也是獨步全球，所以這一定也會加深了其他的半導體競爭對手想要來挖台積電的人才機密。因這個在外台積電前副理，互高檢署批評無顧產業倫理甲競爭秩序，想要甲中國半導體科技發展鬥相共，犯行非常不可取。以國安法甲營業秘密法等罪嫌起訴，求刑7檔。這嘛是全台灣頭一個咧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留去中國互起訴的案件。因另外一個嫌犯丁小虎，是因為已經佇咧看守所判病死亡，依法無起訴。記者綜合報道。